各位天司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啊，我愛同大家來分享說咧，唔過也說咧哦，算來係本人咧，也係講係本動物咧喏，也就係今日嘅節目當中愛同大家分享嘅主題，細細嘅家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呢度有請到嘅來賓就係呢黑頭爸分享。Hello， 大家好，我是黑头爸，很高興今天帶3隻狗狗來玩，嘿，他們會有點煩哦。但是今天黑頭爸愛同大家分享嘅，不只是人的健康飲食，也要分享給寵物毛孩的健康飲食，對不對？對，就是我們就是因為接觸他們之後，然後都會希望說給他們吃天然一點。不要吃到加工食品，這樣可以延長他們的壽命。對，所以天司機條前觀眾朋友，如果今天覺得我們的錄影現場有點混亂，這是正常的，因為我們今天有3隻毛孩都先從同安康哈來留養，所以可能會聽到他們噠噠噠的聲音，他們腳步聲，對，他們會走來走去。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一同他有來分享。我很好奇的是，黑頭爸，其實你有做給人吃的食物，就是很好吃的料理，很美味的料理。但是後來你現在主力在做的事情，其實是像是寵物鮮食這一類的食物，但是是給毛孩吃的，對不對？對，因為一開始自己其實是廚師出身，然後就也是希望給身邊的人吃到比較天然的食物，就是不會用現成的醬料這一些。然後後面養狗了之後，就自己的職業病犯了，所以就希望說。一開始只是想要煮好玩的，最開始一定都是買現成的，因為養狗一開始沒有太多這些相關知識，所以我們就買現成的。但是買到後面就說，哎，那我來煮看看，看能不能就是好玩，自己的專業來試試看。對，就先煮好玩，就煮到後面就越來越上癮，然後就去鑽研這一些知識，然後才知道說，哦，原來天然飲食真的跟對他們的影響。身體健康影響差別很大。對，其實我們節目啊，福氣來了這個節目一直以來，可能我們應該已經做了10多年了。這個節目可能將近20年的時間。And so get 非常多給人的好吃的、健康的，或者是有機的、無污染的這一些食物。所以我們今天很高興，也可以邀請到黑頭爸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給這些可愛的毛孩，因為呀，泰卡就是。很多人都會養寵物，然後把寵物當成自己的寶貝，所以其實要得有毛孩們，要得有生買嘅東西，吃什麼其實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也想要請黑頭爸自己分享一下，就你自己的觀察或者是你的經驗，你看到的或者是以前使用過的市面上的飼料，跟你自己製作這樣子的寵物鮮食，它們有什麼樣的差別？哦，最大的差別當然就是因為市面上他們一定都會有就是繁瑣的加工過程，對，所以在加工過程當中營養就一定會流失，所以他們就額外要添加綜合維生素、營養礦物質，這一些都是人工合成，它不會是天然的東西。那相對如果去給他們去吸收的話，那個吸收率就會差很多。對，然後到老的時候就會身體就會差，就年輕一定看不出來，但到老就會差蠻多的。對啊，那如果說我們自己做的話，就是用最低的加工方式，就是把食物切好煮熟，就這樣而已。然後過程中也不用有任何高溫高壓殺菌，這些都沒有，就是放冷凍，所以它就是保留最多的營養素。對，所以他們在吃的時候，不管是吸收到天然食材的能量也好，或者是整個營養素的吸收率，都是對他們來講都是最好的。對啊，就像現在這樣子的，這個就是黑頭爸的商品，對不對？這樣子一包，對，它就是寵物鮮食包真空包裝版。對。那像這一個啊，它是什麼口味的？因為我聽說，一開始沒有問黑頭爸講，可能會有哪一些，比如說平常都會有的商品，然後發現沒有常態式商品。這個就跟我的那個私廚一樣，我們是走季節性的。好酷哦，還有無菜單料理。對，完全是這樣子。因為比如說你今天這個禮拜的買得到的食材，下禮拜不一定會有啊，所以我都一定跟客人說，就是我會發通知，然後就說，哦，我這禮拜在市場上看到什麼，下禮拜做這個。哦，過手到禮拜就會重新更新一次，對，就是每個禮拜都不一樣。
即便可能同样是用鸡肉和什么鱼，但蔬菜一定会变，因为每个礼拜都不一样，有可能台风，有可能什么地震，所以蔬菜没办法运过来，这些都有可能。或者像季节性，6月就可能每年会有一个进补期，所以什么鱼种会没有。所以你看到的这一些常规，就是一直都有同样口味的。反而还很奇怪，对，那就是保存很久，或是比较对，然后再拿出来重复加工，才会有这样子1年4季都有的口味。倒也没有说完全不行啦，确实它也可以冻从时间，不用都冷冻库，也是可以长时间冷冻保存，这样也是没有错，是没有错，对，但是我们比较。希望是就有点像我们吃人类在吃当季的食物对，时令节气这一些，这种感觉，对，像端午我们要什么正午时的时候，我们要吃什么东西，对，一样的意思。所以就是把这些毛孩对待他们，就像对待气嘎穷庸，对这种感觉。所以不然我们来举例一下好了。今天带的这个宠物鲜食包，它是什么口味的？这个是鸡肉加青鱼。哦，对，青鱼就是在所有渔业里头最永续，因为我自己也非常热爱环保的人，所以它是最永续的渔业，然后它也是营养价值最高的。怎么说青鱼是最永续的渔业？因为它是小鱼种，然后它的量很庞大，它繁殖能力很快，所以它不会有重金属这一些残留的问题。对，然后它是1年4季都有，只是量的多寡而已。对啊。所以是青鱼跟鸡肉口味的。对。那过去呢有做过哪一些口味跟大家分享一下？随便举个例。有猪肉配鬼头刀，然后牛肉有配煎鱼，就是柴鱼的那个鱼，煎鱼也有，然后鸭肉有配，鸭肉也是有配过，那时候鸭肉配什么？鸭肉配鲈鱼。我都要流口水了。然后鸡肉鲑鱼就会一直换，对，因为如果一直吃同样的话，它们营养素也会太单一。所以我以为是吃腻的问题，不是吃腻的问题，是营养素太单一。营养素会太单一，所以就同眼中央啊，每个东西都会吃，但是也不用某个东西吃特别多，但是什么东西都摄取。对。哇，好有趣哦！用爱我跟冯色来对待毛孩，可能是。跟我们以前的观念有点不太一样，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年，应该都有这样子的观念在里面。对，大家会慢慢开始比较有不一样的饲养方式。对，那你的客人呢？你的客人有没有就是跟你买完这一些宠物鲜食，有哪一些回馈的？最大的差别就是肠胃一定会有变不一样，因为天然食材它会有比较多的益菌在里头。对啊，然后我们通常吃饲料，大家就会多买一点益生菌。就是你要多添加什么营养，像特别熊猫我养猫，我就还要再加什么牛磺酸，然后什么钙粉、磷粉，什么东西都要再加进去。鱼油这一些，但如果吃天然的，全部都在里头了。对，好可爱。而且天然的它有一个好处是，你不用怕加过量。因为它是好代谢掉，天然的东西就可以吸收的。它好亲人哦，它叫 Samoy 对不对？它叫 Samoy， 它就是客家名字。它就是唯一客家名字的狗狗。它上来吗？它好可爱，它很亲人呢。还是你不好做？好啦，你看你要去哪里都可以。这3只狗狗都是你怎么认识它们，然后怎么样变成毛孩的爸爸的？黑豆。第一只躺在路中间。现在黑豆非常的就在摄影棚中间，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它是我们所有3只里头最稳定的一只狗狗。它现在看起来很稳定，而且你知道它黑到跟我们的地板整个融在一起。你要去找哥哥。然后黑豆的话，它就是。我第一只，因为我其实是在南非读书，然后我在南非的时候就有养狗，然后就一直都很想养狗。对。就回来的时候，就有去那个中途之家，就看到它，我跟它有一点身心灵上面的那个渊源。然后那时候去啊，其实。一开始不是要领养它，然后但跟其他狗狗就互动没有这么频繁，然后就走到它那边，然后就只是把手放在它的脚背上面，然后我心里默念说，你要不要跟我回家？然后它就，好吧，它就这样子，它就大叹了一口气，因为它本来在睡觉，它们如果是情绪比较激动，它们就会
喘气比较重，然后我跟他讲完之后，他就深吐一口气，然后就好，那就你吧，所以才把他带回家。带回家了。对。然后阿透的话是比较，阿透是白色那一只。对，阿透的话就比较，透，干嘛？他叫到他，阿透来，阿透来，阿透来，法宝。对，阿透的话就是蛮好笑的，我本来没有要养第二只，阿透就是因为那时候跟朋友聊到，对，然后聊说。朋友是想要养第二只，就聊完之后变成是我先养第二只，然后就把它带，我就在问同样一个中途之家，我就问他说，那个阿透有没有人要？他还好嘛，然后就默默的就又把他说，对，聊一聊之后就好，那我明天就把它带回来，所以他很快。然后 same way 是最后面我带2只去我们家附近散步的时候看到它，然后本来想说这只流浪狗。有把它整理好之后洗干净，然后就你中途一下，对，我中途然后再看谁要认养，结果它就真的太黏了，就像刚才你看，它就很黏人，然后就舍不得了，所以现在就变3只全部都留下来，而且它还取名叫 Samoy， 对，为什么会取 Samoy 啊？很客家的名字。那时候在而且这个名字是在洗澡的时候取的，就是在边洗澡，然后就说那个妹小姐，然后就好吧，那就 Samoy 吧，就因为你也不知道要一开始想要取什么，对，然后就刚好在帮他洗澡，所以就刚好取了这个名字，就叫 Samoy 吧。好可爱哦！故说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唔但像人做的说到动空间，毛孩没做的说到动空间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进入节目当中哦。非常大家都賺到福氣來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地度啊，非常鬧熱，因為咁樣捧出嚟嘅呢裏邊黑頭髮，因為含來嘅3枚毛孩，分別是我們的黑豆、阿透還有 Samoy， 有3隻狗狗，強下同人強下來留養。做嘛介紹？因為今日我同大家來分享，唔但將顏色的東西非常重要，各位色的東西，毛孩吃的東西也非常重要。剛剛有講到我們這個黑頭髮每個禮拜都會在你自己的網頁上更新，你有什麼樣的季節菜單？對，時令節氣鮮食。對，特別的這個鮮食就是真空包的。對，但是我看到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是像這樣子的，它是梅森罐。對，它就是因為自己很愛環保，所以那時候就推出一個就是用梅森罐，它是一個可以重複使用的玻璃罐嘛。所以等於說，我可以再把罐子給你，就如果下次要跟你訂購的時候，對，你就可以你買，然後累積可能一陣子之後，然後你就可以再寄回來，然後這些罐子我就可以再退錢給你，就比如說你今天累積10個罐子，然後就再退600塊給你，哇塞，你就可以再用這600塊跟我買東西。對，就是希望說大家可以重複利用多一點啊。對，就可以希望環保，所以它的內容，它顏色好像跟這個不太一樣。哦，如果是罐子的話，通常就會放乾貨。哦，是乾的。對，比較可以常溫的。哦，乾的可能是什麼東西啊？就是像粉類的，就是比如說那裡頭就會有，比較多藥草類的東西。哦，對，比較多青草藥草去幫助他們腸胃的。哦，對，就是比如說小麥啊、木樹草啊。這一些就可以幫助他們腸胃比較好一點。哦，對。但是像這樣子的，我不知道鮮食啊，它有狗狗跟貓咪的差別嗎？哦，一定有差，它們攝取比例是其實差蠻多的。對，所以那時候就也有客人就問說，這個貓咪可不可以吃？但其實就是我都會跟他們講說，可以是可以，但不能當正餐。不能當正餐，但是狗狗是 OK 的。對，因為我也只有養狗，所以我那時候研究的時候也只是專門就是餵狗狗的比例去設計去研讀。
原来就没有对猫咪没有太涉猎。对。但是就是用你气嘎给转压，然后把它带到狗狗的食物里面，这样子去调整适合狗狗的高级的食物、健康的食物啦，应该讲健康。对，因为我们大家都希望做在吃到孔，可以希望我们的毛孩可以做在 PM 它 Q 的，我也可以陪我们比较久一点的时间。那我很好奇，因为之前我也有养猫咪，然后我就会给它一点点，就是会上网查有哪一些东西人吃的，猫咪也可以吃。那吉姆尼也有呛到黑头吧，没有呛吉都呀，福气偏离点来分享一下，有哪一些人可以吃的食物，狗狗也是可以吃的呢？其实蛮多的，就是如果你只要避开一些辛香料，然后你说像是洋葱，蒜头其实可以，蒜头可以，洋葱、葱、蒜苗这些不要，辣椒，这个太刺激的都不要。但蒜头其实可以，蒜头就是对它免疫是好的，对啊。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像有一些特定的水果，阿透啊，come on，阿透没事，透来。没事，我们现在管一下秩序。然后比如说像果干类的，葡萄干，或者是其他有一些比较刺激性的水果，柠檬这些都尽量先。葡萄干不行，对，葡萄干这些。葡萄干，对，柠檬要避开。对，巧克力这些也都不要。对。但有时候像人吃的食物有调味，这是不是也不太适合？尽量不用啦，因为其实像你看我鲜食里头，它里头有鱼嘛，这些都海鱼，它其实就有带天然的咸味的。对，然后鸡肉是有鲜味的，这样对他们讲其实就很够了。不是说不能加盐巴，但是可以加，比如说可能0.5克，因为里头还是有一点点，就是矿物质是他们需要的碘啊、镁啊这些是可以从盐分中摄取。但如果你的海洋的食物来源是够的，那其实就不用。比如说你可以加虾子，小鱼类的贝类，对。我刚刚原本很好奇说，就是他们里面会有一点点盐分，是因为他们吃盐巴他们会有感觉，一定会，他们也会觉得好吃吗？对，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一些喂人类吃的食物的狗狗，他们回不去，对，这个是不好的啦，因为对他们肾脏来讲是很大负担，对，是不好的。对，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为他们量身打造。那我们或许有想是饮食类的东西，像我们刚刚讲，其实很多东西他们都可以吃，但是就是等于说要避开辛香料哦。有时候食物里面会有洋葱，就是这个就要避开，不可以给狗狗吃。然后刚刚讲水果的部分的话，就是柠檬跟葡萄干系列的。对。所以我们的本给我收到哦，大家要记得哦。我们今天真的是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黑头爸来跟大家分享，但是现在呢要讲他真正专业的部分了。其实黑头爸头白是学料理出身的，对我其实是厨师。本职是厨师，但是现在也是厨师，只是煮给狗狗，我还是在厨房做事。但你本来有在开私厨，后来就没有再开了？也是有，但是现在主业就是专门为狗狗服务，就是季节期间限定的私厨这样子。对，如果说比如说母亲节这种比较特殊的档期，然后大家想要包场帮妈妈庆生这种的话，偶尔还是有，对，但平常就没有，对，平常比较没有什么。那我很好奇，就是你怎么会就是想会走料理？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进厨房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虽然我也很喜欢做料理，但是我觉得做料理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工作、一个职业，其实没有这么容易。你当初怎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我的最初的那个想法非常非常简单，我就只是不想读书。因为我是不想读书可以做很多事啊。我是很讨厌去读文字类的东西的人，我喜欢去实作。但殊不知你一去到就是烹饪学校的时候，你反而要读的更多哦，因为你要读就是除了化学其实也要，因为像烘焙什么的有跟化学有关系。阿透你怎么了？然后还有就是你要读心理学，因为你要去规划菜单，怎么骗人家去点菜，骗人家点菜。对，因为其实人类在阅读上它有一定的顺序。对，所以你要去读心理学，然后你营养学也要学，对，就你各种物理化学，就基本上就都要读，只是都是浅的读。你的厨艺学校学得好，很累。那时候厨艺学校，因为外面的厨艺学校基本上都是3年制，我们是1年半。
等于说我们1年半要把别人3年的东西全部学完。你是在哪里学？我在南非。难怪。所以就那时候在南非学的东西会比较跟一般大众去的厨艺学院比较不一样，是外面的可能就是读欧系、美系的料理，但我们那边就是你所有东西都会碰到一点点。就是包含欧系、美系都会。对，因为南非它是属于比较多种族的地方，所以你就会知道很多不一样的。南非可能好，我们因为我那暂时想不起来有太多哪一些种族，知道它有被非常多国家殖民，然后它还有就是因为殖民，所以变成它的饮食文化非常的丰富。对，没错。所以就有点像台湾，它会有越南的，它会有菲律宾。可是你怎么会想到要去南非学习呀？那就只是刚好那边比较适合那时候去的，对啊，因为那边其实华人也蛮多的，所以就去那边。然后一开始没有要去读烹饪，是只是想要去换个环境读书，然后就一待就待了8年。8年，对，从国中、高中到最后烹饪。所以你是在青少年的阶段在南非念书，好有趣哦！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去南非的时间比在待在台湾多。对耶。对，小时候就只有国小和就是很小幼稚园的时候待在台湾，其他都在南非。那你觉得在南非，他们做料理，就像你刚刚讲的，它可能会有很多不同风格的料理之外，有没有哪一些料理的风格让你觉得很有趣的，或者是料理的观念让你觉得跟台湾特别不同？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那边会比较多元化的运用每一样食材，就是比如说像我们那边，我们在叫食材，我们不会只叫鸡胸肉，或是只叫特定部位，因为那边取得比较不易嘛，所以我们就可能会，比如说羊肉好了，我们会叫一整只羊进来，然后在这整个礼拜过程中，可能礼拜1我出的是腿，礼拜2出的是羊排，礼拜3可能是背，或是就是我们会整只的去完整利用，然后比如说像蔬菜红萝卜，对，我们会削皮，但那个皮我们拿来做高汤，但台湾就不会这样子去留，对，因为太便宜了，然后也太容易取得了，然后台湾在酱菜都是塑胶袋装嘛，对，那这就是我没办法在台湾的餐饮业做事的其中一个，因为你的永续的概念，对我没办法去看着我每天一直去丢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没办法在里头工作，然后我就才会想要自己出来。所以等于说，我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好了。第一，南非福州料理的这一段过程当中，不你福州学习到了怎么样完整的利用食物，对这件事情是很重要，而且好像也某部分养成了你后面的对，就我的那个习惯生活形态就已经在那边有定一些了，对啊。所以后续你自己开的私厨也是把握这个风格，就是永续经营的，希望是尽量能环保就环保。然后我们最高纪录是在12人的餐会，然后12人每个人7道菜，最终的厨余大概一个手掌大而已。掌声鼓励，这对泰卡来讲，因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12人，你就只有这样子一小点点的厨余，其他全部都被吃掉了。哇！但这个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一直去准备，一直在把它重复利用了，就是花费的是在供。对，所以真嘅係冇咁簡單嘅事情。關於這個黑透吧，還有更多嘅內容都得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哦。好，分享大家有陣到福喜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也有搶到黑透吧，還有帶來3枚很可愛的毛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黑透吧起家嘅經驗。雖然我們一開始聊的是黑透吧做寵物鮮食這一塊的工作，但其實經講這樣發現，我們原來邀請了一個就是超級厲害的廚師。
而且去南非学做料理，然后后来还自己开了一间私厨，然后私厨变成是兼差了，现在。对，现在为毛孩服务。期间限定私厨才会营业，但是今天非常感谢黑头爸还特别带了一道非常酷的料理来到节目当中。我自认我对料理认识算熟，但这一道我不认识。这个在台湾应该是很少会看到。对，这一道是什么料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名字叫做 Boboiti， 它就是南非文，对。南非的语言是 Afrikaans， 然后就是南非语。对，他们当然一般就是讲英文，然后它的南非语就像我们的台语一样。OK。对，当然它还有原住民，就是各个在地，对都有，只是我们通用，就像我们中文，他们是英文，然后我们也有台语，他们就是 Afrikaans。哦，原来是这样子。好，那再讲一次，它的 Afrikaans 叫做 Boboiti。对 ，Boboiti 的意思是，它其实就是要炖菜。炖菜。然后它里面上面我唯一认识的是月桂叶。对。没了。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到它的种族的关系，它会有很多混在一起。对。所以我们这一道料里头，它其实是一个算大种族融入的黑豆，那个你不能吃。这是我的哦 ，OK。到你来。好。它算是一个大种族会一起融入，然后再加上当地一些经济关系，所以延伸出来的一道菜。经济关系，因为南非面里头是有加面包，然后有加牛肉末，然后会有很多香料，因为在那边天气炎热嘛，然后那边的印裔的人也蛮多的，非常多，像有咖喱的味道。对，有咖喱，有豆蔻，有各种，对，但它又不太像吃咖喱，因为它还有加葡萄干，然后还有杏桃干，对，所以他们就会把很多东西都融入到里头，甜甜的，然后有一点辣味，好好吃哦，所以蛮像我那种台南味的，会，它没有加糖，它的甜都是来自于果干。对它，因为其实像绞肉这一块，算是我们哈港引青蒿的绞肉，客家人非常多绞肉的料理，所以我对于绞肉其实也非常喜欢。但是它的甜味确实像刚刚黑头爸讲的，有一点点南部口味，对，有一点偏甜的感觉的那个甜，这已经是有减少过的。真的吗？对，因为通常我们还会再加果酱到里头。有点像那个我们去那个家具店吃的肉丸也要加果酱，对的感觉。只是这里头我这次就没有加，就是怕我们不习惯，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吃哎。所以你的私厨的店里面也都是各个无国界料理嘛，就是什么风格都有，还是你有想要锁定在南非？一定会有一道南非的料理，一定会有一道，就是还是要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另外会想要自我介绍，就是一定会有地瓜类的，因为我自己特爱吃地瓜，我自己从小就很爱，就是如果有出去玩，妈妈就会买那个蜜地瓜我就很爱吃那个。现在长大就没有，现在就比较没那么甜，就吃烤地瓜。但基本上一定都会有地瓜的料理，所以就会把地瓜做成不管甜点也好，做成炖饭也好。所以它还地瓜不仅是一种形式出现，它可能会有不同的样貌出现在里面。但就是会有一道地瓜，然后就是跟他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因为不是说什么要说什么故事，就是单纯我喜欢，所以我介绍给你们，很棒，就这样，对，这就是厨师特色啊。对，就去说故事，然后另外其他就是照季节性去出，然后比如说我比较可能当天或是那一周特别想要玩什么样的技法，我就融入到里头去，所以比较没有就是自制菜单给客人说你来就一定会吃到什么，我只会问说你不能吃什么，对，比如说你过敏的，对，然后比如说有客人会说。我不喜欢吃番茄，我不会管他，我就一定会加番茄进去。我们有同事不喜欢吃番茄，下次注意，他不会管你哦。我不会管你。你是不是想要挑战客人的那个味觉？就是只会问说你不吃什么，不会问说只会问说你不能吃什么，不会问说你不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然后你来的时候还会知道说，真的端上去才会跟你讲说，这里头有什么。我觉得。黑头爸D K 共周料理的时间，虽然他现在主要在做宠物鲜食，但你在讲到做私厨的时候，还是
很开心的感觉。有双眼发光吗？有哎，因为毕竟也是厨师啦，喜欢摸食材啦，然后后面才对，就是钻研宠物营养比较有兴趣。怎么了？这不是你的。可是你没有想过，就是要去大饭店里面？哦，都有待过，有待过，饭店也待过。可是你后来离开，决定想要用私厨的方式，都待不到1年。原因是就是没办法去接受太制式化的料理过程，因为你其实你要到饭店或是到餐厅，他们很注重，当然就是你一定要有利润嘛。哦，利润一定要有利润，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分工很细，你没办法去太玩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对。然后另外，如果你真的要到米其林餐厅的话，那可能在台北很难过活啦，那个薪水，所以最后就自己出来。但自己出来就最后也是食材费一定是比外面来的高啦，对啊，就是希望因为在的地方租金比较便宜，所以就把租金的成本就挪到食材费，然后就回馈给大家这样。哇，这其实真的很酷。其实我觉得，黑头爸还有很多都在同台搞的福音后，毕竟因为你自己是客家人，爸爸是客家人，妈妈也是客家人，妈妈也是客家人，你完全的纯正的客家人，纯的，对，但是客家话只会一滴滴，非常，因为你国中就去南非啦，这应该也会有影响，因为就没有环境了嘛。对。但是你有观察到南非的料理同哈嘎埃料理其实是有一点点类似的，有类似的地方。对，因为我们也会用客家会用腌制嘛，很多，对，然后会很重咸，然后去腌制或是挂着去晒这些，然后南非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要保存食物，都是同样的原理。然后我们为了那时候南非会用这样，是因为他们要长途跋涉，地很大，所以长途跋涉就要用这样的方式。那客家是为了把食材省下来，不要浪费掉，其实都是差不多同样原理。对，只是最后腌制完的或是风干完的东西怎么样再拿出来利用，那是大家做法不一样。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好不好？风干的肉类好了，有吗？南非有风干的肉类？腌制的有。腌制的。对，像是客家我们会腌咸猪肉。咸猪肉。对，然后南非就会腌那个羚羊肉，然后腌完之后，我们再把它拿去吹风，然后风干之后。就直接切片。那它的腌料是什么？就像我们可能是就跟你今天吃的差不多。你说有类似咖喱啊，对，然后会有香菜籽。我在流口水。很好，真的很好吃。然后不会像肉干这么干，它会带有一点点生，就有点像帕玛火腿的那种深度。啊，所以它是吃生的喽。它其实已经熟了，它已经是风干熟了，熟成了。对，它用盐去熟成了，只是它吃起来不会像我们台湾吃的肉干，比如说甜甜的或者是湿湿软软，对，它就没有那样子。对啊，好酷哦！所以在南非学料理的过程中，也让你有一点点想起来台湾的客家料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有时候也会把客家的元素去融入到自己的料理里头。私厨餐厅对，有一次我就用咸猪肉加蒜苗，对，还有柠檬汁。这是我们在吃咸猪肉，是不是就炸蒜苗，然后沾柠檬？对，我就把这样子，然后把它煮成炖饭。然后就意外的还蛮好吃，然后就有推出一段时间。对，然后那时候也是因为想要。就是尽量什么东西都自己做，所以咸猪肉也自己腌，就太累了，最后这个就没有在菜单上面，没有办法常常推出。对，但是做对甘肃的黑头爸不管是对狗狗的食物还是对人的食物，都有一种。做料理的时间就会有一种热情到底度。故说黑公天司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想要了解到黑头爸的资讯的话，我们可以从哪里得知呢？我们有 IG， 好，宠物鲜食的部分。宠物鲜食，我们就找他们的名字，黑豆阿透的开头，黑透爸，黑色的黑，然后透明的透，爸爸的爸。那时候 Samuel 还没有来，所以就没有他就没有融入进来。一开始只有2只，所以就叫黑头爸。所以如果找宠物鲜食就要搜寻黑头爸。那如果要找你的私厨的话呢？找私厨就要找永续的续，对，密字旁那个续。对，因为自己爱环保，所以就叫续私厨永续。对，然后英文它不是英文，它是南非文，它是 AARTE。
AARDE，对 AARDE，那也是南非文，就是 Afrikaans，然后那个意思是地球的意思。地球哦，所以是续地球的意思在里面。对，就是一个想要有趣的概念，爱护环境，但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这是符合 SDGs 最近很热门的这个议题在里面。好，歌手给你分享什么？黑头发还有3只可爱的毛孩来到节目当中，你们好棒哦！谢谢你们，谢谢黑头发，谢谢。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舒克休息下，共下来做运动哦。节目好看冇啊？好看福氣來嚟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有到福氣來嘅面書傾讚，還有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有影片啊，記得分享出去哦。